61號飛61，62號飛。好耐冇去過日本，咪揾啲特別啲嘅嘢嚟食下咯。有一次同個 friend 嚟等，就等咗差唔多成2個鐘頭喎，好似啫。一個真鮮嘅價錢之後，元氣嘅享受，佢可能好過元氣。CP 值幾高啊，新鮮咯，好有日本 feel 啊！佢哋知唔係講緊排隊炒，為咗食到壽司郎無所不用其極。好似呢對兄弟1星期唔食一次都周身唔自在，絕對係狂熱分子。嗨，跟住我嚟啦！過嚟啦，好，唔係黃大仙嘅街坊都歡迎你。咁早嚟食壽司嘅點解？飲茶1盅2件。係啊，新時代1盅2件，有綠茶有飯有壽司有魚，一碟幾2碟子，唔使排隊啊嘛，最主要係。幾快啦？有啊，轉咗出嚟啦已經。10點10，而家喺黃大仙嘅壽司郎咯。呢間鋪頭寫就寫10點半，但係有時佢開到門嘅話10點4已經開。呢間鋪頭要俾我哋越整越早啊！因為真係好多人。黃大仙街坊唔係人咁品。你哋兩個夠黃大仙街坊。所以咪唔係人咁品咯。而家幾間限定，你見到冚唪唥都疏晒啦，差唔多。其實尋日佐敦店全部嘢都有，sorry。咁所以你就睇到黃大仙街坊幾咁進擊啦。食到冇喎。點解吸滿未啊？吸滿未？3月22號啊，對上食嗰啲書係。之前係 book 到位先1個月食一次啫，而家唔使 book 位 walk in 就有得食啦嘛。所以就1個禮拜食一次。冇錯啦，其實日日食都得㗎，不過我冇錢咁解啫。羅啦，隻燒三文魚，佢又羅啦，又隻燒又三文魚，12蚊啫喎，仲有芝士咧。如果佢啱啱燒嘅話係好好食，但係頭先嗰嚿酒仔真係啱啱燒，咁就會有嗰個火隻嘅油香。跟住普通嘅吞拿魚，呢個佢都係比普通嘅壽司鋪會出色過。因為我自己本身做日本餐廳，其實都真係差唔多，所以12蚊係真係抵，真係抵。雖然我一定係日本嗰啲我哋俗稱叫 B 貨啦，但係我哋用雪用得好好㗎。香葱赤蝦，我覺得佢係燒嗰啲葱，咁會有油香葱香啦。咁搭埋隻生蝦，最重要又係，即係佢有好多種玩蝦嘅方法嘅，但係我覺得呢種玩蝦方法係壽司郎嚟之前我冇見過先啦，起碼係，所以第一次食嘅時候個味覺衝擊係好新鮮咯。既然叫得做狂迷，當然唔會淨係 order 大路嘢。油金魚咧有呢個天生啦，佢話係稀有部位，所以冇屠體，即係起碼唔平民店未見過呢樣嘢咯。天生咧就已經食落去咧就油脂係重啲，你入口咧咬咧就易咬啲嘅。咁你正常油金魚咧實係啦，就實翻啲嘢肉。不過總有一款壽司令到佢哋大叫一聲阿媽。呢個唔係納豆，呢個唔係納豆係咩啊？黃豆啊，唔通啊？乾杯入口。Cheers。點解我覺得苦嘅？哇！真係唔得，堅唔得。我唔想再食嗰嚿嘢啊！我都唔想再接觸嗰樣嘢。只不過係我哋唔欣賞納豆嘅美麗啫，始終都係日本嘅傳統食品啊嘛，唔係個個人接受得到嘅。正所謂早起的鳥兒有壽司郎食，埋單嗰陣已經一位難求，到底點先食到？佢冇 book 位嘅情況之下，如果要100% 食到壽司郎，而唔想等。第一最簡單嘅方法就係早茶，其次係你4、5點開始等位啊。好彩嘅話，咪1個鐘2個鐘得咯。但係想當年好瘋狂係3個鐘先有 walk in 嘅咯。你等3個鐘啫，台灣壽司郎仲誇，有人為咗免費食，連名都改埋。要做一盤令人瘋狂嘅生意，唔係一朝一夕嘅事。1984年第一家壽司郎喺大阪豐中市開幕，
當時店名叫做壽司太郎。有危就有機，去到1996年，因為經濟蕭條，所有壽司都統一賣100yen一碟，結果大受歡迎。平價令生意闖出一條血路，分店越開越多。09年全線改名做壽司郎，巴閉到自2011年以嚟，連續9年成為日本銷量第一嘅回轉壽司店。喺2019年，日本嘅銷售額甚至達到1991億日元。目前日本有586間分店，外國就有30幾間。殺入香港唔夠2年，已經開咗8間分店。日本の回転寿司チェーンで10年前に日本で一番の売り上げになりまして、で今韓国、台湾、シンガポール、香港で明日タイがオープンします。1年間のお寿司の販売皿数を積み上げていくと、地球の直径を大きく超えるぐらいのお皿が積み上がります。私の印象で他の国も見ましたけど、香港の人たちはかなり日本に近いですね。売れる商品も本当にマグロとか、そういうハマチとかの鮮魚であったり、青魚とかもいろいろバラエティ幅広く食べていただけるんで、それがサイドメニューとお寿司の比率にしても、実は日本よりも香港の方がお寿司の比率が高い。全体で8割ぐら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。要解構一間食店，要從廚房開始。餐廳喺開店前2個鐘已經要開始準備，跟足日本傳統規定，喺衛生方面要求好高。員工入廚房之前已經要經過重重關卡。首先洗手起碼要洗5分鐘，用洗手液洗完1次，清水洗手洗1次。戴完帽之後，仲要重複以上洗手步驟1次。有精神向外一收聲，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一收聲，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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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部分嘅魚類都係日本空運送到。主要咧就會係用一啲合成嘅米嘅，即係其實係新米同舊米 mix 埋一齊，大概用1年之前啦作成嘅一啲舊米去形成，始終經過一個乾燥嘅過程，咁所以咧吸收醋嘅嗰一個效果會比較好，咁同埋咬落去咧相對地就唔會話真係太腍。我哋個米飯咧就會係機壓嘅，係啊，就都會係不斷咁樣去注入一個空氣咁樣啦，可以令到嗰啲米飯咧相對地就更加鬆軟。機嘅嗰一個溫度啦，都可以保持到係一個接近人體嘅溫度，因為我哋部機器入面咧都會有一個保溫嘅裝置咁樣啦，相對地食落嘅口感啊，同埋可以更加突顯到個魚生嘅嗰一個鮮味咁樣咯。佢咧會有一個凹槽，即係整到嗰粒米飯咧個底咧都會有少少粒，就可以形成到好似手握嘅咁樣嘅狀態咁樣咯。
食回轉壽司一定以為有啲壽司會放成日，但原來呢度都有規定每碟壽司轉幾耐。咁我哋每隻壽司碟底咧會有一個 IC 晶片嘅，咁就上鏈開始計，咁佢會 detect 到我哋幾時開始擺嗰碟壽司上鏈啦。咁所以由上鏈開始計咧，佢行夠350米咧就會自動廢棄㗎啦。咁所以我哋上鏈嘅數據啊，或者客人點單嘅數據啊等等咧，其實我哋全部都可以喺電腦嗰度反映到出嚟。咁到時我哋就會根據翻電腦反映出嚟嘅數據啦，咁而作出一個上鏈壽司嘅調整咁樣咯。主要會睇翻客人嘅入座時間，咁可能見到可能啲客人都準備走啦，我哋就會開始準備定一啲新鮮嘅食材啦，咁重新再上個鏈咁樣咯。咁等到下一轉客人再坐低啦，咁就可以攞翻一啲最新鮮嘅壽司。食壽司唔一定揀回轉帶上面嗰啲，呢度有個自動落單系統，可以揀心水壽司。咁我哋其實壽司鏈嗰度咧就會分咗下面就係回轉鏈，上面就係高速鏈。撳完平板落單之後咧，咁個壽司咧就會喺高速鏈嗰度送過嚟嘅。我見我啲 friend 食壽司都幾中意落咯，通常有幾多包我幾多包，佢哋咪。雖然係包裝，但全部自家製。主要就會有2種去混合而成啦。咁第一種咧就會係北海道西洋嘅 wasabi 啦。咁第二樣嘅話咧就會係日本國產嘅 wasabi 咁樣 mix 埋一齊嘅。日本嘅話咧其實咁大概係2.7包每一次嘅，係啦。咁但係香港嘅話咧就係4.3包每一次㗎嘛。到底咩壽司最多人食？唔使諗，一定係香港人最中意食嘅三文魚啦。錯，三文魚都係排第3咋，第1名係。會應該係咪佢呢啲收咗嗰啲啊？應該會係。菠蘿啊？點解咧？新鮮，好味。我會揀油金魚，接近呢個出邊嗰啲一般高級餐廳嘅質素。我估會唔會大中細拖？啲人係唔會理嗰樣嘢咩嚟嘅，定係聽過可能係話日本食大拖、中拖、細拖好好食啊，而呢度有得食。而27、17嘅價錢有大拖中拖食，咁啲人就瘋狂食咯。Top 3啊，如果壽司類嘅 Top 3嘅話咧，咁第一樣就係中吞，係啦，中吞拿魚腩啦。咁第二樣咧就會係特選大吞拿魚腩，咁跟住第3樣就係我哋嘅厚切三文魚。吞拿魚嗰啲咧個性價比其實好高，咁所以好多人嚟到我哋公司嘅話咧，都會係選取呢個吞拿魚壽司咁。甜品第一位嘅會係我哋得壽司郎會有得賣嘅啫，就係卡達拉納。其實佢食落個口感咧就會有啲似 crème brûlée 咁樣，個面咧就會係燒到去一個焦糖咁樣啦。咁佢相對地咧其實係比較硬身。熱食方面受歡迎嘅話，咁第一位就會係茶碗蒸啦。喂，唔會一味賣花讚花香，總有啲食物冇咁受歡迎嘅。我諗應該青瓜卷啩，臘酒軍艦壽司。我會覺得係呢啲肉類咯。我哋壽司郎冇人氣比較差嘅商品，全部都好受歡迎。相對地人氣比較低嘅可能就係鐵火卷啦，鐵火卷係一個日本賣得好好嘅產品嚟嘅，咁但係可能嚟到香港嘅話就唔知點解相對地會賣得比較差少少咯。咁其實就係吞拿魚嘅赤身咁樣，咁通常就做成一個卷物咁樣嘅形式去提供。咪住先，唔好講漏佢。呢款食物有網民話可以同名將嘅紅豆軍艦有得練。因為我一開始聽到都有啲唔係啊嘛，做咩要學名將啊？而香港人一定會係有呢個概念噶嘛，心諗呢壇嘢一定冇人食啦咁樣。咁但係結果最後客人俾翻我哋嘅 feedback 其實都正面嘅，咁結果我去試一試嘅時候又出奇地好食。其實呢件係日本傳統嘅秋餅，係用紅豆蓉包住飯嚟食。我食過。一蘭飯？係啊，佢一出嚟嘅時候咪有食過咯。有冇想象中咁差嘅？唔差，我嫌佢唔夠甜啫。但係你覺得佢可唔可以同名將嘅紅豆軍艦 battle 啊？名將嘅紅豆軍艦壽司地位係毋庸置疑，係全香港天下第一嘅。食過嘅人係翻唔到轉頭，永遠冇嘢可以學得過名將紅豆壽司。其實仲有好多好有創意嘅隱藏食法，大家下次等到位不妨參考一下。甜品嗰班話俾你知，有個最推薦嘅食法係壽司郎限定先有。主角係呢間嘢，第一日已經諗到出嚟。佢拍過條片擺 IG，興個人讚好。
唔夠㗎，佢綠茶唔夠綠茶味啊！對綠茶控嚟講，多多綠茶都唔夠啦，真係。冇錯，多啲，夠。點人啊？壽司郎行人都有綠茶，加綠茶粉加好遠。點止綠茶粉溝雪糕一款玩法啦，以下呢幾款係官方推介添。香港真係好多壽司郎狂人，而家香港有一間分店嘅銷售額已經達到日本分店嘅2倍。雖然而家網上冇得訂位，但係想知道咩時間去食，唔使等咁耐，都有一個小秘訣。官方 App 可以睇到各間分店嘅等候票數，咁就知道大概咩時間去比較好。不過最多人嘅心聲應該係咁。我唔想次次都特登走到出嚟九龍嗰邊，我呢啲北區嘅人士可唔可以喺你開多幾間方便我啊？飲唔飲杯燕麥？